其实现在因为市场上资金太多了，尤其是在拜登当选总统之后，他很急着要振兴美国的经济，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基础建设的方案。那光基础建设的这一部分呢，他投入的金额就有2.3兆的美元，2.3兆美元呢，这么庞大的金额，当这些金额陆陆续续的投放到市场以后呢，一定会造就一些国际原物料的上涨。其实现在就已经很明显看到了，国际原物料已经慢慢的上涨了，包括连去年负油价的这个石油，现在都上涨了。石油上涨也会带动塑化、带动塑胶都上涨。所以说，当这些原物料都上涨的时候，包括这一波由航运跟钢铁所带动的这个所谓的传产股呢，在整理了之后呢，后面都还很有空间。下周的盘势基本上还是以昨天这个黑 K 棒的高低点为一个支撑压力观察嘛。但是下个礼拜呢，有一个重点我一定要跟大家讲，就是因为我刚讲的国际原物料的上涨，所以下个礼拜涨价是一个很重要的题材。涨价的部分，像今天盘面上，不要说传产股了，包括电子股的面板、记忆体、矽晶圆我想这个都已经慢慢的在今天盘面上呢，很清楚的看到涨势了。这一部分呢，下个礼拜也可以追踪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再从涨价的这个角度呢，再延伸过来。各位，你想一想你在涨价之前，如果有某一些公司，它就已经拥有了大量的低价的库存，那这些公司会不会因为涨价，让这些低量的库存呢，大大的获利？好，那像这一类的公司呢，也是在下个礼拜可以留意的，也是我们的操作重点。就如同我刚刚讲的，就是你可以慢慢的把你的这个焦点呢 focus 在涨价的族群，就是面板、记忆体、矽晶圆。这3个族群呢，是下个礼拜很重要的观察。像现在是17000点，17000点它的规模肯定是比当初台股在10000点的时候大，再往后呢，可能就会慢慢的成为一个常态。所以至于说筹码凌乱，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我认为并不严重。那下个礼拜的选股我们还一样是 focus 在这个涨价的题材。传产这一边呢，可能短线上会进入一个整理，那我们就先放着。那下个礼拜的重点可以留意呢，电子股的涨价题材就是面板、矽晶圆、记忆体这个3个族群。其实17000大概是大部分的人的心理关卡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数字是一点都不重要的。我们看的是一个趋势。那台股下档支撑呢，有一个最重要的观察，就是在4月6号这个缺口跟4月14号这个大量的低点这边做一个连线呢，这个位置大概在16500点左右。那只要在16500点没有跌破之前，所有的拉回都是买点。